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放音腔真养成课程的西蒙老师。我哋嚟向下分享血托按摩养成36式今日就做第1式到18式。最头先我哋要做嘅UPA 動作都係碌卡前面嘅40公分高嘅墊呢坐喺墊嘅當方，我哋雙手要保持正直肩頭放下來然後嘅豎空嘅地下抬腳抬腿同小腿90度一個都唔會影響嘅血液循環第1式都按摩百會百會底下地方有2個耳朵連線頭嘅中間我先用做數先搓一搓都36次1、2、3、4、5、6個彎右數然後鐵路卡都繼續做，每一片都做36次2、3、4、5、6、7、8、9、10天天都摩托辛勞用那個樹樁這個入門呀上下平躺個向下背1、2、3、4、5、6那個就算一排做36排也幾可以我哋嘅大腦嘅功能佢傾向按樣做佢有力量個嘅太陽穴太陽穴都係個木面膜同木柱搞接邊嘅逆弓頭線再用食指中指然後咁旋轉1、2、3、4、5、6、7、8、9、10假設那種得那冇乜嘅精神嘅時間呢，我哋都可以按摩太陽穴個都嚟 TC 咧都按摩後腦按摩後腦，我哋都用嘅豎個拇指睇下嘅後腦邊旋轉邊往下我哋算一次再算聽一次你可以做到36次因為個後腦有些穴道對我哋眼珠鼻孔、耳孔都有幾好嘅保護作用個按風池穴風池穴都睇下個後腦本體我哋數看一下個拇指呢往下頭往上仰個髮際個單親的風池穴可以用旋轉按摩36次以後呢，個犧牲木突用按36下按36下個風池都可以明目清熱給眼珠你有單筋有個按摩都眼珠會歸明亮個天柱天柱穴因為睇下個後背中央啲數可以切一個髮際個風池底下個落背個天柱個底背個下背也是你就用3個指頭用個呢1、2、3、4、5、6、7、8、9、10因為可以按做36次嘅按摩一個都天柱穴過來都第7式都輕拍後腦輕拍後腦就會用做數一個頭腦樣1、2、3、4、5、6、7、8、9、10過來彎右數1、2、3、4、5、6、7、8、9、10一個拍打後腦我哋大腦腳下嘅下視丘以疏導一個後腦拍打時間，亦會將個全身嘅血液循環供給後腦，嗰陣我哋都馬上都歸有精神
唔安尼昏昏沉沉，所以个人安尼都做个后脑充电后脑充电就用旋转旋转的方式先左手搓一搓先这边也是做36次做右手做36次1、3、4、5、6、7、8、9、10那个做后脑个安尼踢球思路，食指梳头食指梳头都一样个10个数字稍微弯曲都要头前慢慢的梳头注意那个大拇指要梳这个耳朵这边这个三焦经可以让你忘记忧愁那假如说你有好的精油，你可以先涂在头上然后按摩1、2、3、4、5、6、7、8、9、10那个梳头的动作，我们可以做个100下都冇关的梳头可以将俺的头脑毛一个过唔会团结也唔会拍个头脑毛过来都按揉颈部俺哋用做梳嘅大鱼际按摩一个右手边的肩颈嘅部分1、2、3、4、5、6、7、8、9、10过来弯右手大鱼际左边的肩颈1、2、3、4、5、6、7、8、9、10那个颈部有淋巴，有大小肠胃经这个我们常常这个按摩颈部，这样可以维护我们颈部淋巴的排毒作用然后我们再做颈部运动先做前后，再做左右最后是旋转1、2、3、4、5、6、7、8、5、6、7、8、3、2、3、4、5、6、7、8、4、2、3、4、5、6、7、8你可以做8到10次，再来做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这也是做8次，然后再来我们做旋转2、3、4、5、6、7、8、9、10过来顺时针1、2、3、4、5、6、7、8、9、10个呢做个顶舌转头这可以防止中风个呢做个旋转舌头跟眼睛好，那我们就做这个扣齿扣齿固床那我们扣齿固床是用两手的拇指往上往前推下巴然后
提耳正气啊。提耳正气就是1、2、3、4啊，然后1、2、3、4，1、2、3、4啊，然后正气。好，再来是搓耳忘忧啊，1、2、3、4、5、6、7、8、9、10啊。在我们的掏耳哈，掏耳就用食指啊，在这耳孔这边啊掏一掏啊，哪个地方痛就压一压哈，按一按啊，掏耳通穴啊。那我们这18式做好以后，我们来做一个收功啊，舒功哈，有2个数，靠在肚脐特线啊，做腹式呼吸啊，3到6次，1、3啊，大家做过後啊，我哋休息一下。